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参加华视节目的录影，讲到真济参选的内幕。伊讲韩国瑜邀请伊来做副手，伊敢若考虑5分钟，就爽快来答应了。伊阁讲韩国瑜是有温度的人，真歹互人甲拒绝。另外，主持人郭淡如过生日，张善政嘛做伙甲过生日食鸡卵糕。欢迎欢迎。 正做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行到倒位拢有维安人员的随行，不过担心过行政院长的院一点派头拢无。你种的那些树其实不需要你怎么照顾啊？对呀，对不对？然后那你在花莲干什么？那不还是有100多棵果树嘛哈，芭乐啦、芭蕉啦。张善政接受华视时论节目的专访，为什么会动出政坛，担任韩国瑜副手？伊表示讲。 好，我们明年1月11号如果当选了，我们到520之间，我们2个人一起好好的把我们执政团队规划出来，看怎么样的人可以把这些政策可以落实。我觉得他有诚意，所以你10分钟就答应了，5分钟就答应了，8分钟就答应了。未来若是当选副总统，外界嘛好奇是不是兼任行政院长？那未来会不会有可能由副总统兼任行政院长？公开的场合已讲过，说现在我们的政治氛围不容许这种安排。 宪政体制应该是不行。录影当家嘛是主持人吴淡如的生日，张善政做伙唱歌祝贺。各位帮我一起拿着这个刀。看到巧克力口味的鸡卵糕，伊非常介意，在镜头前嘛展现不为人知的一面。